弟兄。一台精彩将伊丢。你是王家的姑爷，哪会扫涂骹咧？小姐，我是一个奴才啊，我做工课应该嘛。主持，你实想过老实。咱虽然未曾结为夫妻，也毋过咱嘛有拜过堂，进了同步。所有亲戚朋友，大家拢嘛知影你是王家的大姑爷，你要哪会用扫涂骹咧？小姐，多谢你，我对不起你嘛。阿爹已经有派吴王到迄陈家庄去探听苗娘的下落，相信无偌久，就有消息啦呢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公已经转来啊。有苗娘的消息？有。无。好呀。哦，遐苗娘是安怎？哦，你紧讲啊！就小的吼，去到离这个陈家庄无远迄个山骹，忽然间有听到人咧叫苗娘啊。查某甲迄查某破咧惊暗了，我就赶紧安尼请人带落去找。哎呀，是你哦，你毋是对顶晚上来迄个是？是。老先生，咱呢，甲你到底迄个苗呢？即摆人是啥物所在？我唔知影。赶紧，恁去4月甲斗找看嘛，好，拜托一下吼。对，老先生，我请问，你甲人苗呢有啥物关系？为啥物你两个对山尾顶咱熟落来？报应，报应，这就是我骗人的报应。我当初为着要加赚几个钱啊，甲陈王话讲齐良县会出金子，我才害着朱雀，
家己苗娘的翁仔某拆散，苗娘又失去一个后生，真心失常。这都是我的罪过。是哦，名选。好帅！啊，都因若死了吼，我安尼赶紧去联络这个因兜的人，赶紧收拾伊的尸体。后来哦，我安尼愈想心肝愈唔甘愿呢，我着赶紧安尼找过来的人啊，同齐去这山坎嘛，连续找3、4天，找这个苗栗，结果啊，同款也是找无啦。匆匆的一别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只靠嘛无什么路用。你家己的身体都要保重较要紧。曾祖，现在我是你的岳父啊！家父，咱是名正言顺的翁某，你应该。家父。一浪昏暗心河海，如今我是因已怀胎，自家将出后代，但愿天上人你来。娘囝，你还袂困哦？这呢阿妈应该好休困啊，你又在创？这是是甲咱囝做，咱囝，你伫要做老爸啊？你迄个父啊？
哟，你脚手哪会遮紧啊？相公，你是无欢喜？我是伫惊，你在惊什么？当初就是苗娘伫迄担架生一个查甫囡仔，陈王月才要杀阮两个咧。要现在你又讲，你是讲？我是讲，恁老爸唔知会亲像迄个陈王月安尼，佮抢咱的囝，佮要杀咱两个袂啦？会啦，阿爹本来是迄种人。恁后遮袂亲像陈王月安尼？阿爹会听我亲像掌上的明珠，伊要哪会咧？你唔通学对想。阿爹真是袂安尼哦。我来当生一个查甫囡仔，阿爹唔知咧偌欢喜咧。伊老大人会搁较疼咧。希望咱今后袂搁再有甚物款的风波啊！朝廷之命开采黄河，邱仁甫凡20岁到35岁的壮丁，3日来到衙门报道，多撇者计杀不论。黄河从黄陵江下白鹿川开起，沿河的民房主体一律拆除，应州知府崔霸雄。嘿，这个，这个，咱就无加可贵啊啦！都是啊，你未了讲嘅，赵人吼，一类个挑动黄河天下反，啊那呢吼，天下变反哪款啊？对啦，什么人讲天下你要管？嗯？什么人？讲！啥？讲！大姨啦，大姨啦，大姨啦，要开黄河，赵仁甫要你拆民房，你要叫我百姓安怎活落去啦？未了讲过，赵人一类眼。挑动黄河天下反，大人，是啥物？哈？你敢违抗圣旨啊？啊？耶！你这不法无天的我对你，我出来！你大家都爱甲我听清楚。邱民夫开黄河拆民房，这就是朝廷的旨。如果恁遮什么人若甲违抗圣旨，该监管。老大啊，你爱替白鹿川甲黄陵沟这两庄的百姓想一个办法来解救阮。对啦，老大啊，无明仔载阮兵要将阮所有百姓厝拢拆去杀，我看要怎样生活？老大爷，我求你，你来救阮好无啦？我求恁啦！这是朝廷的旨，你哪有啥物办法？朝廷的旨意，朝廷敢讲无顾着百姓的生活，无顾着百姓的死死，这
这叫做什么条件？这敢有王法？这敢有天下？这什么天下？这敢有王法？对，自从乌人侵入咱汉土60几年来，从咱汉人当作牛马一日打扮，到现在，把咱变像头壳的入去。老大爷，敢要我忍受会了心？老大爷，我要活落去啦！我要活落去！大家要活落去！我要活落去！老大爷，黄连江甲白鹿川这两种的百姓，全部是你的信徒，你要想办法解决佢。只要老大爷你一声，看安怎样，阮大家拢听你的话。是，你看讲安怎样，阮就安怎样啊做啦。对啦。老大爷，你讲啊。好，为要救人，甲自救，只有干那一个办法。老大爷，什么办法？用啊！咱拍进城内，将龙仔内为掠去做人夫遐壮丁，拢总该救出来，反抗元朝的暴政。对，反抗暴政！各位，这是最后的办法，成功也是失败，爱看天意。若是讲乌人会接受改进，我真咱汉人应该爱收回汉土时阵，我相信天神一定会来庇佑咱，所以我希望恁大家爱同心协力，振作起来，反暴政，来解救咱遐可怜的百姓。对。你敢想要造反？莫非这是天意，也是压迫所致？哼！你创作别人家，到处宣布谣言，讲天下入去台湾，你造谋犯罪，朝廷早知影。飞鸿牛贴面房，会为这个黄连江，佮这个白龙庄开起，目的啊，就是要消磨恁这消磨的别人教导。安怎？想要反抗？朝廷早有派兵埋伏，恁大家若想要走，恁若是我都通走。来，杀！官辉啊，大金要赶紧来出来啦！官辉啊，紧出来啦！到底是什么代志？朝廷讲旨要开黄河抽民府、拆民房，连别人教的老通啊、疏通这百姓造反，官兵就要拍入城来啊！既然汉人都要抬啊！老洪，赶紧，恁两赶紧走！爹，到家来，赶紧，快快洗了物件，倒来要紧，紧！哎呦！